长亭泣别。50年代，朱慧珍女士和蒋月泉先生拼双档。朱慧珍虽然擅长渔钓，但她却酷爱讲调。于是，在朱介生先生的帮助下，她将渔调融合在了讲调之中。一曲《长亭泣别》唱得凄楚委婉，悦耳动听，连在场的蒋月泉先生听了都拍案叫绝。
宫苑为唐诗开篇的典范，叙述了杨贵妃在西宫春夜酒后唐明皇不治的幽怨之情。此篇格律严谨，词藻雅丽，形象鲜明又通晓易懂，过去多用余调演唱，而蒋月泉先生却以雄浑的讲调重新诠释了贵妃爱恨交织的心情，其中自有另一番缠绵悱恻。西宫一心百花香，越剧之里曾恨山，贵妃只醉神香塔，高上红烛黑明晚，与那高丽是亲娘娘，是今宵非随陆家养，那娘娘分听体育门泪洋洋，死去西宫转，江水随到龙群里，都推上去泪了，相争功，与神花容马，真假怒啊怒来批斗，把亲儿人那真儿俩，既那一人明月上宫香，却是人亲母把君
手动后呀，又来君王一如不人来。不是将一个风里字可以召唤梦路都是光子的话相对自非来。他来不来他。此曲是马中英先生根据巴金同名小说改编的中篇评弹《家》中的一段选曲。这段我要他来不来他，是蒋月泉先生在整个中篇里的核心唱段，当初可谓名噪一时。三弟，你问我，我去问谁呢？我们谁口谁难，为了家孤儿没奈何，只得撇下他。我想做无你命难为啊，我是张生理应要慎重他。想那妹表妹为我生如苦，他为我来，我为他，哪像我的家不是他的家。我是金花玉，相如他，开梅花你如他，一草一木都不差，偏偏今朝谁不见他。我顾了他，谁能顾家？倘若我也顾了家，一谁能顾他？新娘
子，不是他没路人打我家，我不要他骗来他，我要他来却不来他。毛女喜而自叹。此开篇是由陈灵溪先生改编自贺敬之、丁义的著名歌剧《白毛女》中的一个片段，曾经由蒋月泉先生与他的学生王伯音对唱，在当时博得了很多赞誉。然而苦于那时男声对唱演员的缺乏，所以他一直不得广为流传。纷纷白山满山飘，神人所风做闹啊，地动兵海车关，迎着太阳亮，喜儿仔细思量，上月头纷纷北有走梅沙，口里我呀呀弱女刚3月，报应是母伤亡将我怕，17年就卡地地来无哟，谁能养我大金家？农家生活更苦，第一的他
博士，心口博士来判将，经国真天啊，为要推一把头服跳，恨真地知心如狼后阳，神人不偷归后嘛，一拍麒麟奔送里，好生体心不分好，我将离你走过神头前，几度参数不肯让，还得对西边与东啊，口里他一在离家，相识识不知后吃必地下，今相结真雕你实力大，想小女今够啥日恰为好不记对对是他恰是创意心内家，活文楼沟东东向，怕做生东居下，乃是大后生家，
四句算，斗楼欢喜中江上，他们娘婆大喷阳江，满身身称胸背好。一日为见正中追，白中药都是穷人，何学于知家？穷人何日反而生气？才能透气有人想，妻儿对手盼望，平台心一人心事乱他勾灯相对口里相天。离恨天作为讲调的早期代表作之一，在解放前曾红极一时。蒋月泉先生在此开篇中，以儒雅的书生气、深沉的音乐，勾勒出了一位失恋男子怨尤悲伤的心情，在当时博得了众人的喜爱。不能谁愿意生生诈比天下儿女心恩想那世界东山一时刻都是那心然是一生弄下白水寄拉始终的有阿母神语继续
神。相我们把今为难以不是，不开为谁就是心。我是否去爱上人，对明月起两月头问，想当初是青梅竹马同游戏，我与你隐隐相随的两相亲人。亲爱我，我里亲亲，我背到心，我是为呀亲亲怕出人生，为亲亲都是了与呀你心。一日人马总来见他相称手，只是私翻心。十指弯哈应有，欲称几百岁，欲算计平地把风波生人，亲亲是么比把心一比，把我以终身等比两终身。神记得当你七岁时没用，世人莫是山东楼上四栋林，世人莫是为牺牲也为死，世人莫是亲亲理我理亲。几年的美女都
是家，可怜我真心然为你加心心大儿今还是三门中头来，水动门楼大一步人心所观应用啊一日神机后日人所病这真假落花雨在绿水的绿水夫人待真生许大男儿都不信，你们升官也与这不人生。我否已伤心否遗恨，所以没大福了可成身下大不随跳车飞那地空门彩日披红神谋勾身中了三生。宴开篇请宴是马如飞先生根据《西厢记》中相国夫人赖婚的故事改编得来的。蒋月泉先生在演唱此开篇时，把人物的特性描摹得淋漓尽致，在音乐的塑造上取得了很大的成功。雨打梨花深闭门香红娘地基大西厢去，东国呀亲为呀金
都是无非的郎下生公啊今人不如荣民哈，夫人妻妾莫杀灵，亲先生切莫要再退臣张君在分大清，谁得将军令，西周让人今岁红旗下里边人下一安排好，这有样一月小进展，空秋春啊风红，日月平安，一对对风下雨相伴，一行一手平楼声，问问今夏把哈日神。拿下老夫人，设下离间计，左领当然把兄妹称恩，水去一杯，深见义分明，一地太夫人，门儿入了胸中不犯病人，说我一封书信，不归去，早把阴阴昔日人，我想何家为百姓人
平易，平得思想暖，水不淋淋，归平恩情迎下红娘，两米是条定。陈喜读信是60年代初期根据话剧《霓虹灯下的哨兵》改编的中篇评弹《南京路上的选曲》。在其中，蒋月泉先生扮演的是解放军连长陈喜。他以快讲调的唱腔，突出表现了妻子对陈喜的一片深情。与此同时，他发展的一些新腔也很快赢得了蒋迷们的认可。我是来意匆忙，去意太匆忙，匆匆应是百姓伤。我相信是为了晨曦非为我竟把伤心的事儿手都想。他本是思想好，工作强，在头盖中对真的知人间讲。我与他从小相亲人，工作我帮忙，申请江30，送他上纸上带女好男儿，杀心的非帮。后来是西巴理解，立功随表扬光荣，参加了共产党，我西某心头李正光心匆匆，挑起了路况，送军粮，只有亲人上前放。哪知他喝了王婆水，经受不了呀，把几口破手一时放。他对了真心
把手家把他在哪方？他是欧皇14心大罪，十人魔楼金楼上的风衣下，看我手拿笔袋心不落，冷衣冷雨冷密码，为呀里里猜我咋为想，知道有啊，我为他心中难受真子，他勾服了马志仁，勾服了共产党，勾服了拿去人民一片热心上。他在敌人的枪炮之下飞的大，车呀打在那花花落落肮肮脏脏的南京路上，将我守候百姓上，知道有啊，你总要伸手将他来拉一把，你总不能看他一日穿你看。如今为主家乡去，为要几条军粮送西方，这之间工作去不放，那晨曦日开把虚心，心恩激动，他是满面虽然泪盈眶。